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好好运动，又见面了哦，又看到我了，看到我做乜样啊？运动，嘿，看到我做嘅运动哦，运动身体就会变健康，心情呢就会变得当好哦。今日我教嘅啊，係第幾隻動作呢？第3隻係冇？你都會動作很多乜嘅？活力有氧，跳活力有氧跳起來。規身咧哦，就當有精神，當有活力哦，哈，精神充沛哦，哈，就唔會上水木哦，哈。嗰陣呢，等下一定要聽得我做哦，哈。而家毛巾、拿水要準備好嘛，哈，準備好嘅哈，準備好嘅，人就會開始了哈。今日我搞第3隻動作哦，做得冇？做得啦，哈，來手叉腰，準備好咯，係記得咯，一樣嘅呢，要抬頭挺胸啦，哈，肚臍豎起來，四肢夾緊，做得冇？好，來踏步。做得啦哈，記得咯，你肩頭啊，做唔得安尼啦，好，不用鬆來。做得好，踏步做得冇？嘿，做得啦哈，好，今日要搞第3隻動作，係冇？來哦，準備哦哈，然後係咁樣哦哈，腳踢步呢打開來哦，準備哦，安尼打開來，各位你兩隻腳哦，不用後背去，做得冇？有一些人呐，係冇？打開來，各位並起來，好，做得哦，打開。不用後背，打開，並起來，做得冇？做一道哈，打開，不用後背，打開，並起來，做一道，打開，不用後背，打開，並起來，做得冇？做來哦，嘿，多做幾道動作啊，哈，就會較順哦，哈，做來哦，打開，不用後背，打開，並起來，打開，不用後背，嘿，做得腳有大肩冇？冇啦哈。做得哈，做一道嘿，係做慢的哦哈，老師哦唔可以做急嘅哈，做來哦，做得哈，做一道好嘛，要較順的嘛，要哈，冇打結啦哈，多做哦哈，多做幾多道呢？嘿，多2道好嘛，做2道哈，做較多邊地位，就會較熟啦哈，嘿，最後一道好嘛？安尼做得冇？好，第2隻動作呢，要讓人腳啊，好，腳掌安尼捏起來，穩冇？好，旁邊好嘛？安尼啊，好，來，膝頭先安尼，反轉的，好，各位安尼捏起來，捏起來時就記得咯，肚臍按樣啊，豎起來，四肢按樣，夾起，做得冇？好，安尼反轉，好，安尼夾起來，捏個哦，好，再鼓下去，好，安尼捏起來。有冇？再下去，捏起來，嘿，安尼哦，要讓人身材變到當好哦，哈，當下去，捏起來，嘿，做來，過下去，捏起來，有冇？過下去，有抬頭挺胸冇？係靠安尼示範老師教下做哦，哈，捏起來，嘿，有冇？呀，背囊要側側，有冇？各位師傅咯，做唔得走出來哦，哈，腳要來撞看看，安尼。捏個哦，哈，安尼呢，人家規隻腳嘅線條就會變強哦，哈，做得冇？讓下強下哦，捏起來，較腳就會做得冇？好，鼓下去，捏下，加油哦！1、2、3、4，做得冇？做得啦，哈！1、2、3、4，肚臍啊，空起來哦，加油哦！先好4道好嘛？好，來第1道，師傅腳輕輕哦，做來2道。先後一道，哦，係腳放鬆一下，腳有啲順，係嘛？等啊，好，做得冇？做得好，你看呢？來，老人腳並起來哦，好，老人手變到2，還要穿加下安尼捏起來哦，好，做得冇？好，安尼捏起來，各位手變下來，各位捏起來，手變下來，捏起來，變下來。嘿啦，安尼老師教下做哦哈，做2隻動作，做得讓安尼2片，做得讓人最肉變唔見體啦哈。故說呢，安尼鬆落嘅時陣呢，手嘅規則平平哦哈，平平，變下來，平平，變下來，做得冇？就像個翅膀咁樣有冇？蝴蝶翅膀打開來啦，好，打開來，打開來，做得冇？繼續啊，打開來，打開來。嘿嗱，打開來，
做得冇？做得好，来踏步哦。还记得刚才马克动作冇？打开，各位交叉系冇？准备哦哈。可以嘛？可以来了哈。来要准备哦，先做慢的哦哈。来1、2、3、4，各位呀，拿起来，拿起来，嘿，1、2、3、4，哎，拿起来。做得嘛？做一道哈，慢点哦。1、2、3、4，哎，拿起来，脚掌拿起来，嘿呐。1、2、3、4，脚有大点嘛？做得嘛？好，卡脚到位咯，哎，1、2、3、4，拿起来呀，拿起来，1、2、3、4，做得嘛？有吃到这个，动有活力嘛？有哈，加油哦！哎，听着老师向下做哦，你做那边哦，动有精神，动有活力哦哈，加油加油！哎，有面带微笑嘛？那安娜老师向右哦，好，面带微笑做动作哈，加油加油！腳要搭嘅冇，應該冇啦哈，加油！最後一道，哦，來踏步，有冇？你小腿有一些來伸，係嘛？好，來冇關係，你做一下伸展嘅運動，好冇？好，來兩隻腳不用下擺，同樣哦，腳掌按樣啊，不用下去，嘿，做得冇？做得好，前面7條按樣，慢得。各位咧腳7條做唔得去，按呢按到嘅時間也7條會痛，我說不用再來。各位咧肚子到前面做唔得按呢彎一點，嘿，張來哦，不用張來哦哈。各位咧後背腳掌按呢踏下去，哦，有一些咧酸酸係嘛，按呢就有效果了，等好哦，肚子按樣啊，扛起來，各位哦抬頭挺胸哦，做得哈，嘿，不用再來。冇用隻腳啊哈，安尼做太嘅時間呢，人家腳就會較鬆快，就唔會安尼按軟嘅感覺哈。肚子上面有一些咧走太嚟，係嘛？不用再來。嗱，安尼老師強樣啊，有冇？嘿，你看安尼老師哦，腳踏下去，有冇？側咯，哈。我來到人家骨質嘅小腿嘅地方哦，哈，做得哈。等好哦，好，不用再來。做一道好嘛，好，下去。肚子抬頭挺胸，嘿呐，等好哦。好，慢慢不用再來，彎一隻腳，做得嘛？做得哈。好，慢慢手再來。好，然後向下踏步哦。各位呢，今日教嘅2隻動作係第3隻動作係嘛？跟前面2隻你還記得嘛？應該旁邊係咪？旁邊1、2、3，旁邊。1、2、3，係嘛？來，先做4道慢啲，好冇？好，各位等下等我邊腳哦，哈，來哦，開始了。旁邊1、2、3，旁邊3、4，1、2、3，旁邊3、4，1、2、3，做得冇？旁邊3、4，卡腳到位，旁邊1、2、3，旁邊1、2、3，旁邊，聽一隻係嘛嘅後高係冇？再接來哦，後高。加油哦！幾多多？加油哦！加油哦！第3隻係乜嘅？今日教嘅動作係乜？加油哦！好，來哦！彎膝蓋，7條。第3隻係咩？2片，試看哦，試看哦，好，旁邊哦，來哦，旁邊交叉，各位咧，拿起來係乜？拿起來，做一道慢嘅，按住卡腳地位咯。嘿，拿起來哦，拿起來，卡腳到位，1、2、3、4，嘿，面帶微笑啊，嘿，記得咯，1、2、3、4，做得嘛？1、2、3、4，好，再來，然後向下踏步哦。安尼係咪3隻動作主要教嘅係嘛？你下哦，正經哦，3隻動作一夾向下咯，好，準備好嘛？好嘅，好，來哦。加油哦！抬頭挺胸，第1隻開始，1、2、3，1、2、3，1、2、3，後高8到1、2、3、4、5、6，馬嘅動作旁邊係冇？1、2、3、4，拿起來，
来起来，1、2、3、4，做得嘛？好，踏步，当简单係嘛？3隻動作就夾起啦，夾起來咯，做得嘛？做一刀啊，哈，唔好打結咯，哈，我動認真哦，老師聽下來哦，第一隻，5、6、7、8，加油，做2刀，還冇緊呢，好，Go，加油啊！還有旁邊了，哎，1、2、3、4，拿起來，1、2、3、4，好，踏步，做得嘛？腳有打結嘛？冇嚇，冇是輕好哦，哎，輕讚嘛哈，做一刀好嘛？加油，抬頭挺胸，做一刀哦，準備哦，5、6、7，再同着旁邊哦，加油。第3刀，好，Go，開始，1，加油哦，做得嘛？繼續哦，還有，哎，做乜緊呢？哎，旁邊，拿起來，旁邊，拿起來，好，踏步，做得嘛？做得，請後一刀好嘛？5、6、7，開始來了，停一刀，第3刀，嘿，後個開始，1、2，把刀啊哈，加油哦，5、6、7，旁邊，拿起來，旁邊，做得嘛？做開始哦，從頭啊，3刀，加油哦！後個，加油！吐氣哦哈！5、6，旁邊咯，1、2、3、4，拿起來，1、2、3、4，前後一刀，加油！還有，做得沒？面帶微笑哦，把刀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旁邊咯，1、2、3、4，拿起來，1、2、3、4，拿起來，好，很強哦，會強嘛？應該唔會啦，嗬，會嘛？一時嚟係嘛？要撩下嘛？要係啊，嗬，誒呢，我做嚟做伸展嘅運動哦，嗬，安尼也腳得唔會翹哦，嗬，嗱，來啊，等下強下哦，嗬，然後也做腳，用到後背去，好，安尼踢下去，哎，各位呢，手打開來，也切條做唔得，安尼就出去哦，好，記得兩腳放下來，做得嘛？吐氣哦，哎，往一隻腳，先抬後來肚絲哦，放前面哦，好，手打開來，哎，肩頭放下來，哎，切條記得我安尼就出去哦，哈，做得哈，做得咯，來床哦，哎，好，做翻片，腳放下去，嘿，切條放前面，做得嘛？好，然後強哦，別下，你要野味哦，慢慢的哦，慢慢的，安尼，然後強下安尼，轉過去，哎，記得咯，你要切條做唔得就出去哦，做得嘛？哎，後背腳要起上來，好，哎，動腳哦，來床肚絲啊，出去來哦，哎，動腳哦，慢慢的轉來，往一隻腳。前面呢切條彎彎哦，後背切條，哎，腳來出來，個腳掌啊，安尼放下去好冇？好，慢慢的哦，安尼轉過去，係嗱，動腳哦，各位嘅背哦，嗱，安尼老師強用安尼切切，係嗱，安尼腰位有冇？就會變較纖細哦，哈，個腳掌要記得咯，放下去哦，好，慢慢手轉來，然後強下深呼吸。慢慢吐氣，深呼吸，做得嘛？吐氣，嘿，深呼吸，手來床到上面，好，讓人肩頭放下來，
做得嘛？好，同样哦，人系向下做吐气的动作啊，哈，门底下我知道动作哦，哈，人系同样啊，思维，嘿，好吐气，吸气，做一道吐气，做一道。好，手慢慢变下来。哎，今日咧合理有氧呢，搞嘅3隻動作哦，唔記得了哦。好，下度呢，我做搞第4隻動作，記得冇？記得好，我記得練習咯。好，來，拜拜。